哎，芳姐，来，从老家带了点桃，给你尝尝啊。老板，你怎么这么客气啊？没事啊，顺手的事儿啊，味道还是不错的啊。啊，谢谢老板。工作吧。哎，老板，你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我有个事想跟你说。你什么事儿？我想辞职。不是干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辞职啊？不是你这样吧，你来我办公室坐着说吧，好吧？行行。走吧。不是这干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辞职啊，芳姐？老板是这样的。那前几年呢，我老公他在工地上做的也还挺好的，那一年的话收入也有20多万，是吧？但是最近几年呢，那个工地上现在真的是不景气了，一年到头那才搞个4、5万呢，那完全不够家里面的开支，再加上我的工资呢，一个月才4000多块钱，你看2个孩子，一个上大学，一个上高中，你说怎么够啊，是吧？所以呢。正好我有一个同学，他在外面混得挺好的，他是做服装实体店的，他说想带我，就是让我去跟他一起干，所以呢，我就想辞职去跟他一起去创一下业。哦，是这样，那要不要你投钱呀？那可能要投一点吧。还要投一点钱是吧？这个服装这个行业你了解过没有啊？大致也了解过。大致也了解过是吧？你服装这个行业怎么说呢？你要早20年前、30年前，是吧？线上冲击没这么厉害的时候，你确实是能挣到钱。你包括现在最近这几年，知道吧？你把线上结合起来，你未必能挣到钱。那不网上不是有一句话吗？一个老板是不是啊？一年是吧？搞服装线上那个销售额借梦为10个亿了，知道吧？到最后一算账是吧？什么打流量的钱呀，什么是吧？这员工费用啊、场地费用啊，乱七八糟一算，还倒亏500万。你说这个行业是多么一个红海的市场，还往里钻呀？就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这几年呢，就是说这个大环境确实差点事儿啊。但是作为普通人，你如果没有很深的背景，在这个行业里面没有有很深的经验，或者对一个行业没有独特的这个见解，建议作为一个新人小白，不要轻易的去入局，知道吧？你可以去边打工。是吧？边去了解这个行业，但是如果说是边打工边去了解这个行业，你在这儿工作其实也都是一样的。你再加上是吧？现在的各个市场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你老公一样，前10年前、20年前是吧？这个房地产市场确实也比较红火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现在这几年是不是这个房价夸的往下降，就降到这么低了，还没人买。所以就是一个房地产，它也能带动很多行业。你比如像门窗啊、家电呀，包括你老公说的工地这一块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看你现在在工地上干的，这我也能理解，因为我有些亲戚啊，他也是老早啊，有些堂哥在工地上做。